亲爱的朋友，平安，欢迎收看每日亮光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圣经。约书亚记第10章16节，迄5个王逃走，秘伫马基大的山洞内。有人去甲约书亚报告，讲迄5个王已经找着啦，拢秘伫马基大的山洞内。约书亚讲，山大地少，甲洞口踢起来，派人踮遐固守。毋过恁着继续追入恁的对敌，对后面甲因攻击，毋通互因入因的城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已经将因交伫恁的手。约书亚甲以色列人甲因拍败，甲因彻底消灭，只有剩一寡人走入去坚固的城。以色列众人安全倒来马基大的营地。到约书亚遐以后，无一个人敢出声反对以色列人。约书亚讲：拍开洞口，甲迄5个王掠出来我食。因就将5个王、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末王、拉吉王、以基伦王对洞内掠出来，带到伊遐。因掠遐个王出来到约书亚遐的时，约书亚叫以色列人众人来，对遐个甲因做伙去的军官讲：恁来头前骹踏遐个王的红棍，因就来头前，用骹踏伫遐个王的红棍。约书亚对因讲：恁毋通惊，毋通忍，要勇敢壮胆，因为上主会亲像安尼对待所有恁要攻击的对敌。后来，约书亚杀死迄5个王，甲因吊伫5丛树顶面的黄昏。日落的时，约书亚出令对树顶甲因的心思收落来，迄伫因米的山洞，用几粒块大石头叠伫洞口，遐个石头到今仔日还伫遐。上迄日，约书亚攻取马基大，用刀杀死城内所有的人甲因的王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因对待马基大的王，亲像以前对待亚利哥王同款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圣经背景是约主前1400多年前，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，成为上帝的器皿，开始与当地残忍凶暴的5个亚摩利王征战夺城的时刻。正在战火激烈得胜之时，约书亚鼓励以色列百姓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乘胜追击，直到上帝的应许成就。今天的经文约书亚记10章19节，你们却不可单言，要追赶你们的仇敌，击杀他们近后边的人，不容他们进入自己的城邑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里。是的，当上帝将机会放在我们手中时，千万不要轻忽单言而误事，来失去了应许。有个故事说，有个农夫一早起来，告诉他的妻子要去耕田。当他走到田里时，突然发现耕耘机没油了，他便提了油桶准备去加油。但猛然间，他又想到家里的猪还没有喂，就放下油桶，转身回家。当他经过仓库，看见旁边有几个马铃薯，突然想到，哇，马铃薯可能要发芽，又走到马铃薯田。在去马铃薯田时，又经过了木材堆，又想起家中需要一些柴火。当他去取柴火时，看见一只生病的鸡躺在地上。这个农夫忙忙碌碌了一整天，结果油没加，猪没喂，柴没拿，到最后什么也做不成。亲爱的朋友，单言是一种对生活的错觉，因为我们总误以为即使单言迟了一会儿，也不会影响什么。单言总会让我们为自己找到各种借口，不去行动完成任务。
而让我们错过了生命中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愿上帝帮助我们处理事情都能一鼓作气，积极努力来完成。